詩歌，甚至將呢個詩歌呢就話刻喺石碑樹，因為刻喺石碑樹，所以呢就叫做碑。因為呢佢係8個字，所以就叫做百字碑。百字碑呢，其實就係一首5言嘅古詩，5個字嘅古詩，一共呢有20句，20乘5呢就係100個字。所謂呂祖呢，就係鼎鼎大名嘅呂岩、呂洞賓，或者自己叫做回道人。喺呢一個5代北宋初年呢，已經係非常有名嘅一個神仙。尤其是由於佢個師傅鍾離權，尤其是係佢要度盡天下嘅人，然後成仙，因此佢就在呢一個5代到北宋初年呢，開始普渡。佢或者佢個徒弟，幾乎可以講得就係我哋後來道教嘅各宗各派嘅傳承嘅直接或者間接嘅祖師。佢所傳承嘅呢，同古典嘅道教呢係有唔同嘅。佢幾乎可以話呢，對古代嘅道教做咗一番革新嘅工作。佢最大嘅特色之一就係應該呢，開創咗金丹大道，而且將呢一種金丹大道呢傳播到後世。我哋最熟悉嘅，例如北宗王重陽嘅全真道，係佢傳落嚟嘅。比佢早100年嘅南宗張子陽嘅金丹大道，係經過劉海蟾傳落嚟，而劉海蟾同鍾離權、呂洞賓亦係同一個師承嘅。後來明朝嘉靖年間嘅東派嘅祖師陸西星，清朝嘉靖年間西派嘅宗師祖師李含虛，都係佢所傳。正係因為咁樣，所以呂祖喺後世呢個名譽之大，影響之深呢，係無法估計嘅。亦都正係咁樣，所以呂祖個作品呢，亦同樣係撈教，作品越嚟越多，95%、96%嘅作品呢，多數都係通過扶乩嘅形式呢傳出嚟嘅。扶乩有幾多成可靠？有幾多成唔可靠呢？我哋話仲需要做一個科學嘅鑑定。但如果我哋話真係佢所寫作嘅作品呢，就非常咁少。呢一個百字碑係唔係佢嘅真正嘅作品呢？我哋都好難考究。唯一我哋呢就知道
喺明朝嘅呂祖誌上面呢，已經有咗呢個百字碑。明朝嘅張三豐亦都注解過百字碑，因此呢一首嘅詩歌呢，最低限度喺明朝，甚至喺明朝以前呢，應該已經係存在。但係是否真係呂祖所做，我哋亦都冇辦法去考證查究。唯一我哋就話呢一首詩對於指導我哋練功，尤其是練中國嘅高級嘅氣功呢，佢文字簡單，但內容深奧，係一篇非常有指導性嘅一個詩歌。呢個呢，我哋就可以肯定。所以喺古代呢，已經有3個重要嘅丹道大師呢，替佢做過注解。最早嘅就係我哋啱啱已經提過嘅張三豐，佢嘅注解呢嘅特色呢，就係側重在發揮百字碑教導我哋點樣實際嘅練功嘅方法為主。跟住就係東派嘅祖師陸西星，同埋清朝嘉慶時代嘅劉一鳴呢，佢哋2個嘅注解呢，就從丹道嘅理論盡量去發揮呢100個字嘅意義。唔單止古人係咁重視呢一個百字碑，就以我哋呢20-30年嚟講呢，國內注解百字碑嘅人呢都非常多。例如黃光華一了子嘅注解，黃松齡嘅注解，乃至曲祖兒等等嘅注解呢，都有6-7種咁多。因此加起上嚟呢，你如果要睇古今嘅注解呢，要讀10種不同嘅注解呢，絕對唔係困難。呢10種嘅注解裏面呢，每個人嘅講法有同有異。點解呢？呢個就係受到咗詩歌語言嘅限制。好多時候詩歌嘅語言呢係比較抽象，結果我哋在解釋佢嘅時候呢，往往就會產生不同解釋、不同嘅處理嘅觀點。而家呢，我就綜合咗呢10家嘅注解，同埋我個人嘅睇法呢，簡單講一講呢一個百字碑。百字碑呢，就係養氣忘言守，降心為不為。呢2句嘅說話呢，就包含咗道家嘅最重要嘅所謂修性同埋修命嘅功夫。我哋已經講過，所謂修性呢，就係擴充我哋嘅知識，提升我哋嘅人格，完成我哋嘅道德，使我哋由不完善嘅人性擴充到同偉大嘅完美嘅天性呢相符合。當我哋嘅人性擴展發揮到同天性咁偉大嘅時候，
我哋就由小我擴充到大我，宇宙無窮，我哋嘅生命思想亦無窮。呢個我哋就叫做修性。修性唔係講就得嘅，要一天又一天努力。凡係任何嘢，要持久努力去實踐嘅呢，我哋中國就叫做功。修性嘅我哋就叫做成功。但係單純喺人格、知識、道德嘅擴充呢，只係人生嘅一面。人生仲有一面，就係我哋個生命都要健康長壽，維持我哋生理功能嘅強健，唔衰老。呢種我哋叫做維持生命嘅功夫，我哋叫做修性。修性同樣係長久不停努力嘅，因此我哋就稱呼佢做明功。單純修性或者單純修命呢，都係有缺點嘅。兩者雖然似乎係唔同，但係其實係息息相關嘅。修性修得好，明功就喺其中；修命修得好，聖功就喺其中。單純修性呢，最多死後變靈鬼；單純修命呢，活在世間同埋植物人亦都冇分別，佢生死冇乜意義。因此金丹大道係注重性命雙修，只不過在修煉嘅過程中間呢，有啲家派呢就先強調先修性後修命，有啲家派呢就強調先修命後修性，有呢一個先後嘅程序，略略唔同。越係高級嘅金丹大道呢，佢就係強調在任何練功嘅過程中間呢，都係性命雙修嘅。修命嘅功夫最重要就係咩呢？就係我哋宇宙萬物嘅來源。如果從中國嘅宇宙哲學呢，就係來源自最原始嘅嗰種氣。宇宙最初開闢，一直到今天都存在嘅嗰種氣，我哋就叫做先天虛無真一之氣。由呢個一氣就變成陰陽兩氣，由陰陽兩氣就變成五行之氣，由五行之氣嘅不同分量嘅混合，就形成咗萬物。萬物之所以有生命，就係氣嘅聚；萬物之所以死亡，就係氣嘅散開。因此，從我哋一件物件或者自己一個人嚟睇，係有生有死。但係如果站在整個宇宙立場嚟講呢，我哋嘅生只不過係氣嘅聚，我哋嘅死只不過係氣嘅散。散咗個氣會再次聚，聚咗嘅氣會再次散。因此由宇宙嘅開闢到今天，其實我哋亦都係冇生冇死。但係
從我哋個人嘅立場嚟講呢，就唔係咁講啦。我哋生就係生，死就係死。如果要我哋生，就係懂得要令到我哋聚在身體之氣呢，能夠繼續保持唔散。我哋嘅氣唔散，我哋就唔死。因此修命嘅功夫好複雜，但係如果用一個最簡單嘅語句嚟講呢，就係點樣去練氣養氣，懂得練氣同埋養氣，氣長久積聚，保持佢嘅活躍嘅生命力嘅話呢，我哋同樣生命就有咗保障。所以我哋要修命，就係要對氣做功夫。如果我哋修性呢，我哋嘅心性呢個心字呢，如果將古人呢句話用現代嘅科學分析嘅說話呢，呢個心第一就係指我哋個大腦，生物上嘅大腦；第二就係指我哋有生以來學習嘅喺外界環境所感染到嘅知識，呢啲我哋就叫做色神。第三呢，就係我哋在未人出世之前已經具備咗嘅人嘅嗰種自然嘅本能，嗰個呢，我哋叫做元神。因此呢個心呢，我哋可以話蘊藏咗性同埋意同埋神呢三樣嘢。呢個心只不過等於一間屋，冇生命冇意義間屋。喺呢個屋裏面嘅嗰個靜寂嘅唔發動嘅時候呢，我哋就叫做性。當呢種性受到外界嘅環境、思想、行動嘅影響嚟同佢相應嘅呢，就產生意念嗰個意，各種嘅意念，各種嘅感覺。當我哋心嘅嗰種神奇嘅功用呢，我哋就叫做神。因此心、性、意、神就係我哋呢一個心所蘊藏嘅幾樣嘢。如果我哋發揮神嘅作用，咁神就會回歸到性去，亦都即係話喺性功方面嘅修為呢，就越嚟越高。但係如果我哋發展嘅意，嗰個意在發動嘅時候就叫做情，感情嘅情，我哋就會產生喜怒哀樂憂悲恐驚等等嘅情緒，或者各種妄念貪求。我哋如果沉迷於個人嘅喜怒哀樂貪求妄念嘅話，就會蒙蔽咗嘅性，蒙蔽咗個神，就係我哋上一次所講嘅常清靜經呢，流連生死嘅原因之所在。因此我哋要修性嘅話呢，就係要令到由呢一個性發展嘅意，發展嘅情向外無限擴展呢，
而家就向後收縮，令到情來歸性，情慢慢地收斂咗佢呢一個受到外界嘅情緒、貪求、慾望嘅影響。咁嘅話，情就慢慢就會歸到性，性情合一就係性功嘅完成。性功嘅完成呢，跟住就命功嘅完成。所以我哋話情來歸性呢，係極之重要嘅。呢一個百字碑呢，一開始兩句話，一句就係講修命，一句就係講修性。通過佢對比呢，就說明咗真正嘅金丹大道呢，係應該性命雙修嘅。咁樣點樣修法呢？佢話養氣忘言守，忘言守呢三個字呢，古今嘅注解家呢，意見就多啦。有啲呢就話解做忘言忘守，嗰個忘字同時係管住個言字，管字嘅守字。有啲注解家呢就認為個忘字只係管住個言字，就同個守字無關，因此佢就話忘言守一，或者忘言守中。究竟邊個注解啱呢？我個人嘅睇法就係贊成忘言守中呢個講法呢，係合理啲嘅。首先，我哋解釋呢個氣字，呢個氣字咁寫法呢，其實未必能夠將呢個氣字嘅內涵呢表達出嚟。呢個氣字其實就係道家一個怪字，嗰個怪字嘅寫法呢，應該呢就係咁樣先啱。即係表示同普通嘅氣唔同，或者我哋簡單就話，我哋道教、道家易經都特別講到任何事物都有先天後天嘅分別，先天總係好嘢，後天總係唔好嘢。以氣嚟講，假使我哋能夠感覺得到嘅嗰種氣呢，我哋就叫做空氣，就係我哋平常人呼吸啊等等都靠佢嘅嗰種氣。呢一種氣呢，雖然亦都維持咗我哋生命或者生物嘅生命，但呢一種氣呢，同埋無形無象，不能觸摸嘅嗰種先天之氣呢，係唔同。所謂先天之氣呢，或者我哋就係話太陽傳嚟嘅無形嘅不可觸摸嘅能量。由於呢一種嘅神秘嘅宇宙初開闢嘅能量呢，然後先令到我哋真正具備生命，真正具備知識。如果我哋只係斤斤計較於注重後天嘅呼吸，用人為嘅方法去操縱嘅話呢，所得到嘅只不過係後天之氣，對我哋嘅身體或者有強壯嘅作用，但係就唔會有延長壽命或者返老還童嘅效果。因此金丹大道呢，
就係唔注重我哋口鼻嘅空氣嘅後天呼吸，而要強調呢，我哋能夠採取咗先天虛無真一之氣，或者就係宇宙自開闢以來嘅最基本嘅能量，正係呢一種嘅氣，無形無質，根本我哋都唔能夠感覺佢存在，想象佢嘅一切。我哋用後天嘅方法呢，係徒勞無功，係得唔到嘅。因此最高嘅金丹大道嘅練功方法呢，佢就反對我哋呼吸，我哋操縱呼吸，係我哋今天好多氣功家派所主張噶。佢認為呢一個操縱後天呼吸冇用，佢哋反對手竅。手竅其實亦都係太有為，有為所得到嘅都係後天呼吸，因此手頭上個竅容易造成血壓高，手丹田之竅容易變成死刮刮嘅硬塊或者腫瘤，女性就容易出血崩之症，手中丹田就容易變成呢一個雷溺。總之呢，你死守某一個竅1-20年之後呢，好處就唔見，壞處就多多，因為嗰啲都係後天。所以我哋最初當然就係由後天呼吸開始，慢慢過渡到先天呼吸。如果我哋唔先做具體嘅功夫，我哋就唔可以達到抽象嘅功夫。但我哋絕對唔能夠因為最初嘅具體嘅功夫就以為練功到呢度就係止境。需要知道呢種具體嘅只不過一種工具，一種過渡，係無可奈何嘅。正係因為咁樣，所以喺養氣同埋練氣嘅階段中間呢，凡係講到練，就係有心去做，有心去做就落於後天，所得到嘅就係後天嘅呼吸。如果我哋用無心嘅養，咁樣呢，所得到嘅就會係接近先天氣嘅呢一種比較高品質嘅能量。所以我哋今天嘅人練功呢，要講練氣同埋養氣，先練氣後養氣，養氣係最後最重要嘅關鍵。所以喺呢度只係講養氣，唔講練氣，就特別提醒我哋要做高級嘅金丹大道呢，應該要個目標放得高啲遠啲，要在養氣嚟着眼。望言，言就係言語，我哋要講話就開口，開口就傷氣，唔單止將我哋體內個空氣噴出嚟，甚至我哋體內嘅先天之氣呢，都宣泄出嚟。因此多講話嘅人就短命好多啦，少講話嘅人呢就長壽好多啦。甚至唔好話長壽啊，甚至多講話嘅人就窮啲啦，少講話嘅呢就有錢啲啦。世間講得話最多嘅就係教書佬，教書佬有幾多個發達呢？所以呢，呢個講笑啫，但係事實
最低層次嘅唔講說話嘅優點就係咁樣。如果進一步呢，你要講說話，你個大腦要諗嘢嘅，你唔係話能夠衝口而出嘅。你個大腦在講話之前呢，要俾佢更早想咗要講咩嘢，組織分析，喺個電腦樹嘅人腦樹抽取從前所學嘅知識，重新組織，然後先講得。呢個就傷神啦，唔單止傷氣，講話唔單止傷氣，在你諗嘢嘅時候傷神，因此一講話又傷神又傷氣，你嘅身體點會好呢？第三點，點解你要講話？你講話就係你心中有一個欲求，或者要表現自己，或者你好中意要講嗰樣嘢。呢個其實即係等於有咗喜怒哀樂，或者鬧人都一樣啊，讚人鬧人都一樣，都係喜怒哀樂個表現。因此第三層次呢，你講話其實就係令到你嘅七情六欲盡量發揮。七情六欲嘅增加，即係情，即係色神嘅無限擴張，元神本性就受到抑制。因此一講到言語呢，就弊啦。另外，我哋人類之所以有文化，人類之所以有慾望，同埋知識好有關係。一個完全冇知識嘅人嘅慾望好低，耕田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佢個大腦呢，只係諗住耕田，同埋妻子兒女傾傾，睇睇今日天氣甚好，明天更好，已經夠晒。佢嘅呢個情緒波動得好少，所以長壽地方嘅長壽老人就係咁啦。都唔喺市區嘅，都喺山區遠離人世嘅。例如我哋中國嘅廣西嘅巴馬區、新疆嘅呢一個區，或者世界上其他長壽嘅地方呢，都喺偏僻嘅地方。啲人知識越低就越長壽，有咗知識就人類痛苦同埋短命嘅來源。言語就係知識嘅來源。有咗言語有文字，因此你成日諗住呢種咁嘅知識呢，你就離開個大道遠啦。所以呢，老子開口就講咩呢？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就要減損你啲想法知識，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先得減到極，你然後先得。所以呢個忘言表面上好簡單，如果你能夠真係做到唔想講嘢，終日唔想講嘢，又唔係因為你傷心絕望。嗱，傷心絕望嘅人又唔想講嘢吓，醫生話你啊，你只有3日命。好可能你傷心到呢唔講嘢唔出聲，嗰種例外。佢滿心充滿咗活潑潑嘅精神，但係就唔講嘢，唔係由悲傷唔講嘢，又唔係快活到極唔講嘢。嗱，快活到極、悲傷到極唔講嘢啊，比講嘢啊，倒不如講嘢。快活到極講咗你開心，悲傷到極講咗你開心。你谷住喺度呢，有癌症噶。要調轉頭呢，忘言就要真係鬆容自然，就唔係呢監粗壓住下，壓住個忘言呢2、3年呢就多過癌症病人噶啦。係做到真正係唔想講，又唔係失望，而係充滿咗呢同天何言哉嗰種。上天有冇講嘢啊？但係天地嘅運行模式。
天唔講話，所以由宇宙到今日天都存在。我哋人知瓜知瓜，所以呢，人生70古來稀，所以忘言注意，係由呢個忘言引申到呢，係道德嘅修養、人格嘅修養、性情嘅修養，達到呢好高嘅境界。呢啲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啊，講就容易咋，做就好難嘅。守呢就係守一。咩叫做一呢？老子就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因此呢個一，用哲學嘅高層次嚟講呢，即係道嘅別名，或者由道向下降低少少嘅，仍然係高到離譜嘅。一二三都係高，三生萬物呢，然後係由高變低嘅啫，高到極點嘅呢一個一。因此呢個一呢，就同埋個中字呢相通。一係道，道嘅本性係虛無，中即係充，充即係空虛。因此老子所講嘅守中，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呢個守中呢，其實就係守空虛之道，守道嘅意思。因此呢一個守中或者守一呢，高層次就係經常回歸到虛無，我哋個心境，我哋嘅行事，經常維持住同道嘅虛無嘅本性相通，咁我哋就叫做守一。如果咁嘅話，守即係唔守，因為當我哋話守空，有咗守空呢個念頭，念念諗住我守空，你就係唔空。正好比念念諗住我瞓着覺，你念念諗住瞓着覺就係未瞓着覺。你瞓着覺嘅時候會唔會諗住你瞓覺？嗰陣時候先係瞓覺。因此我哋上面咪講過，由空變無空咯，無空就要變無空，一直咁變咗落去呢，先係將呢個空都要掃除。第一就掃除有，第二就掃除空，第三就要掃除無空，第四要掃除無空。結果你真係冇咗念頭呢，先係真正達到呢個清淨嘅境界啊嘛。同你呢一個守中、守一、守虛，呢個守其實亦都係守而不守，因此同忘言忘守嘅意義呢，從高境界嚟講係冇分別嘅。但係如果從低層次嚟講，最低層次嚟講，所謂守一或者守中，就係我哋練功嘅初階嘅首橋，因為我哋只有守住一個橋，然後先能夠令到身體體內嘅元氣真氣開始發動。你可以守眉心嘅橋，可以守心口嘅膻中嘅降功嘅橋，你可以守腹部嘅丹田橋，你甚至推而廣之，可以守命門，可以守湧泉等等不同嘅橋。任何一個橋，佢在最初都有聚集我哋嘅真氣，使到我哋真氣加強旺盛嘅作用，達成我哋練功嘅初階。因此如果係低級嘅守一或者守中呢，就係一種呢有為嘅努力嘅持久嘅不斷嘅努力去學習、去實習、去修煉。當然我哋可以話
呂祖呢一句詩可以指最高級嘅哲學嘅層次，但係同樣佢更加應該係指示初學入門嘅層次。喺初學入門嘅層次，提醒我哋蘊含住高級嘅層次，咁呢先正係教人嘅好老師同埋好方法。因此呢句話嘅正確嘅解釋呢，應該就係忘言守竅。忘言係無為嘅修性嘅功夫，守竅係有為修命嘅功夫，而養氣係修命嘅功夫。因此呢個句子就講出咗矛盾統一、相反相成之妙。從高級嘅比較，性同埋命呢，修命就係有為，修性就係無為。從高級嚟講，好啦，而家從修命本身嚟講呢，係咪一開始就係有為呢？不是，要做有為嘅修命嘅功夫呢，開始啱啱調轉，係要由無為嘅修性過渡到有為嘅修命。咁怪嘅原因就係老子成日講過，你如果想要去達到個目的呢，你直接追求呢個目的呢，到最後就適得其反。調轉頭，你行咗相反嘅道路呢，就得到你要人恭敬你，你對人沙塵白霍教訓人呢，個個都唔服你。調轉頭，你對人謙謙厚厚呢，唔認叻呢，結果人人都話你係叻仔。你要乾淨咩？你成日喺乾淨嘅地方，你最邋遢。調轉頭，你喺最邋遢嘅地方開始呢，佢就會走向乾淨。易經就叫做咩啊？否極泰來，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老子就叫做咩啊？反者道之動。道在運動嘅過程中間，一定向佢相反性質說發展。所以你先站在反面，就會到正面。你站在正面，只會去到咩啊？反面。所以佢而家呢，你要有為咩？有為嘅反面就係咩啊？無為。所以你先由無為初步嘅低級嘅無為入手呢，你就能夠跑到你所希望得到嘅咩啊？有為修命之功。明白咗呢個句子，你睇第二個句子呢就明啦。降心為不為，降心係修性嘅功夫，修性應該無為。但係並唔係一開始就無為，係咩啊？修性係為，你先由有為入手，到最後先到咩啊？不為，先正係無為，同樣係矛盾相反。呢個可以講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中國認為嘅真理。呢個真理到今天呢，喺人事上呢，仍然係對嘅。有關第二句點解呢？我哋只好留待下一堂我哋再繼續。你繼續講呢個百字碑第二句，
降心為不為。我哋個心呢，分開真心同埋妄心兩個部分。我哋並唔係降呢個真心，而係降呢個妄心。咩叫做妄心呢？就係受到外界嘅各種事物嘅影響，引起我哋嘅貪心、慾念，以致迷失咗自己嘅嗰一種咁嘅心呢，我哋就叫做妄心。如果我哋順住呢一個妄心呢，我哋就真係迷失咗自己，我哋個本性本心呢，就會越來越受到抑制。調轉頭，如果我哋抑制咗呢一個妄心、貪心、慾心呢，我哋嘅本性、我哋嘅真心呢，先正會顯露。而家所講嘅呢，就係降呢一個妄心，但係降心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如果我哋用強制嘅方法壓抑呢一個妄心嘅說話呢，好多時候唔單止唔收到降心嘅效果，反而仲會呢更加增加我哋呢個妄心嘅狂妄、放肆、發展。所以我哋降心呢係要慢慢嚟，完全唔理佢係冇辦法降心，過分抑制佢亦冇辦法，反而造成災害。所以我哋在降心嘅時候呢，就要懂得有為同埋無為之道。最初我哋係應該用有為，等到我哋個心逐漸平靜，慾心、妄心逐漸減少之後呢，我哋就應該要慢慢過渡到唔好抑制佢，順從佢自然，慢慢減少。呢個呢就叫做無為。甚至經過一個階段嘅降心之後呢，我哋仲應該進一步，在每一次降心呢，前半就係有為，等到我哋心境漸漸入靜，妄念、貪念、慾心漸漸減少之後呢，我哋喺下半節嘅功夫呢，就漸漸過渡到無為。因此佢就話降心為不為。我哋要降服我哋嘅妄心呢，最初係要有為，但係漸漸呢就要過渡到無為。等到真正能夠降服我哋嘅本心呢，我哋就係心境清淨，真正達到無為嘅境界。但係有為無為都未係呢一個降心嘅最高嘅境界。再進一步呢，應該要由無為呢進步到無不為。有為無為無不為。乜嘢叫做無不為呢？各位可以通過呢個譬如想一想，就係天地無所作為，
但係在天地中間嘅萬物就自動欣欣向榮，變化生長。呢一個天地萬物嘅變化生長呢，就係無不為。有為當然係差，無為清淨到極點，亦都會流於呢一無所有嘅還空，亦都唔係修單道嘅合理嘅宗旨。再進一步呢，然後要達到在呢一個真空中間呢，有妙有，在呢個空寂嘅境界中間呢，產生正念，產生呢好似天地嘅自然而然地運行變化，而合乎最高嘅原則嘅，咁樣先正係降心。降心最初係強制，但係到咗後來點樣呢？手揮目送、言談舉止，樣樣都合乎自然，唔需要提點，而自動能夠達到抑制妄心、真心呈現嘅境界，然後先正係合理嘅高嘅標準。動靜之中祖，中同埋祖呢？如果從最低層次嘅嚟講呢，我哋就話係氣，係祖氣同埋中氣。我哋單道呢，特別崇尚祖氣，祖即係原始之氣。祖氣亦都即係先天虛無真一之氣，係宇宙一開闢就有嘅嗰種最原始之氣，因此我哋叫做祖氣。所謂中氣呢，就係我哋中醫上嘅名詞，我哋就話凡係由肺生，由肺控制嘅氣呢，我哋就叫做中氣。祖氣就係先天之氣，中氣就係我哋人體後天之氣，呼吸之氣。因此動靜之中祖，如果用呢個最低層次嚟講呢，呢個動同埋靜就係指呼同埋吸。注意，我哋呼氣就引起陽氣，因此呼氣就係動；吸氣引起陰氣，所以吸氣就係靜。於是動靜就變成咗一呼一吸。當我哋在養氣練氣嘅時候，從後天嘅呼吸過渡到先天嘅呼吸。後天嘅呼吸就係我哋鼻哥出入嘅空氣，先天嘅呼吸就係我哋體內嘅元氣真氣嘅運行。我哋嘅口鼻之氣，呼吸有動靜，我哋體內嘅元氣在流行擴張收縮嘅過程呢，擴張就叫做動，收縮就叫做靜。由丹田散到全身就叫做動，由全身收斂回歸到丹田就叫做靜。最初我哋係注意中氣，鍛煉後天嘅呼吸，再鍛煉後天嘅呼吸，慢慢就會激發先天呼吸嘅運行。因為先天呼吸係無形無象，當然亦都唔係我哋
咁容易控制，亦唔識得點樣控制嘅。但係好彩，先天後天嘅呼吸呢，佢有一個好好嘅關係，就係後天呼吸嘅吸氣下降呢，先天嘅呼吸就呼氣上升，後天嘅呼吸呼氣上升呢，先天嘅呼吸就吸氣下降，啱啱係相反。因此我哋如果要控制初步嘅先天呼吸呢，就可以喺後天呼吸做功夫。只要你能夠操練訓練到後天呼吸柔和、緩慢、平均、深細，咁久而久之呢，你就可以藉住有形有象嘅後天呼吸呢，帶動你先天無形無象嘅真氣元氣在體內運行。因此由中氣移早氣，最緊要就係在你動靜，即係呼吸嘅時候，要懂得中氣早氣嘅層次，由中氣移早氣，就係練氣嘅由有為到無為嘅功夫嘅開始，唔係完成。如果從高層次嚟講，動就係陽，靜就係陰，中同埋早呢，就係我哋最初所講嘅性同埋命。性就係早，我哋嘅性早；命就係命中。性早同埋命中呢，如果最高層次嚟講，性早即係無極，命中即係太極。如果略為低層次啲嚟講呢，所謂性早就係太極靜而生陰嗰個陰，命中呢就係太極靜而生陽嗰個陽。由太極生出嘅先天嘅真陰或者真陽，就係動，就係靜，就係中，就係早。因此如果從高層次嚟講呢，動靜之中早就係我哋練功，無論你低層次或者高層次呢，其實都喺動靜處做功夫嘅啫。最初練功呢，係多動少靜，練功到咗中階層呢，就係動靜相兼；練功到咗高階層呢，就係靜多動少。練功到咗最高階層呢，就係有靜無動。因此我哋話常人就有動無靜，最高嘅高手就咩啊？有靜無動。中間呢個過程就係由動逐漸減少，靜逐漸增加嘅過程。呢個係整個練功嘅悠長過程，功法嘅設計。如果我哋就以練功嚟講呢，我哋就有幾種嘅動。我哋第一種呢，就係身體之動，
練功身體之動，就係我哋今天最流行嘅各種嘅自發動功。跟住呢，我哋要放棄咗身體之動，要令到我哋體內氣動，身體唔喐。但係實際上，我哋嘅身體內氣喐，外靜內動。再進一步呢，我哋甚至要放棄咗氣動，變成咗神動。身靜、氣靜、神動。當然到咗神動呢，已經係好靜。所以呢種動靜都要知道，最原始嘅宇宙嘅無極太極陰陽變化或者動靜嘅道理。再進一步就係我哋練功就係由動向靜發展嘅過程，驛馬就係由命向性發展嘅過程。先修命功，後修性功，到最後我哋個本性同埋宇宙個本性完全吻合，我哋然後先正可以達到練神還虛、練虛合道嘅境界。因此呢5個字嘅意義係好豐富，自己細心慢慢一步一步去懂得練功，或者中國嘅文化都係相反相成，喺兩個極端中間互相對比，呢個矛盾對立，如果係西方就會產生鬥爭，但係喺中國文化呢，矛盾對立係產生更高嘅統一和諧，所以我哋中國人就反對鬥爭。只有某一種嘅文化呢，開口就要鬥鬥鬥鬥垮鬥臭鬥爭，嗰個呢係矛盾，而鬥爭呢，今天起碼證明唔係有道理啦。經過30-40年嘅考驗，證明唔得。我哋中國2-3千年嘅呢種矛盾配合，係令到宇宙運動，係令到宇宙產生大和諧嘅一個必須經過嘅一個做法。呢個道理呢，似乎仲可以繼續受未來嘅考驗。明白呢點就知道動與靜、中與早、命與性等等呢，都應該用咁嘅眼光，在對立係小對立，大統一大和諧，共同協調，造成一個更高嘅運動。無事更沉睡，假使能夠懂得動靜，懂得陰陽，咁樣嘅說話，佢嘅無論在動或者靜，動極就會變靜，靜極就會變動。練功嘅過程就會由勉強自然呢，勉強逐漸走向自然。走向自然嘅結果就係每一次練功呢，都係隨其自然、順其自然發展，因此就再冇其他嘅事情嚟干擾佢，所以叫做無事，再唔會有其他瑣碎嘅事務嚟干擾佢。既然已經係順乎自然，因此就唔需要再找尋其他干擾佢嘅事情，或者仲以為可以找尋其他更好嘅方法嚟完成。只有你自然無為，已經達到最高嘅境界，
就唔需要再找尋其他。例如我哋話唔需要再尋師訪友，唔需要咁深心思再學多幾十百家功法等等等等，因為你依住呢條路走就得啦。真常須應物，我哋上一次已經講到，真呢就係真實，同虛妄係相對。在我哋人間一切嘅事物都係相對，有真有假，有好有壞，因此都唔真實嘅。只有回歸到道，道先至係絕對，所以道就係真，常就係永恆不變。我哋宇宙之下嘅萬事萬物，無時不在變動之中，因此就冇辦法常，常即係永恆不變。只有回歸到道呢，先正能夠永恆不變。所以真同埋常都係形容道嘅別詞。老子之道，我哋或者可以叫佢做虛無之道，或者叫佢做真常之道。引申就係道。而家就係話，當我哋如果實行前面嗰幾句說話呢，如果我哋籠統嚟講，第一句說話叫做養氣茫然手。養氣本來係修命嘅命功，茫然就係性功。手一雖然係有為，但係佢都要為到達到內心嘅安靜，因此呢個命功呢係由性功修起。第二個句子呢，降心為不為呢，更加係修性嘅。因此在呢個百字碑嘅開始呢兩個句子呢，肯定就係練功先要修性。我哋知道道教嘅北宗全真道，佢自己話得到鍾離權、呂洞賓之傳，所以王重陽嘅全真道呢，就認為七分性功，三分命功，首先就要修性。而家呢個百字碑嘅主張呢，就係先由修性開始。練功第一個過程係由低級嘅初步嘅修性開始。動靜之宗旨，無事更尋誰呢？呢個其實就喺陰陽動靜、先後天呼吸上面做功夫。我哋呢就叫做築基。第一、第二句我叫練己，己即係我哋內心嘅心，練己即係練心，即係初步嘅修性。築基就係我哋建築房屋要打地基，因為如果你地基唔穩固，你喺呢個地基上面建築高樓大廈嘅話呢，正等於喺浮沙上面建築房屋，你個房屋起得幾靚，一下子就會崩潰裂爛。所以呢，我哋形容做最基礎嘅金丹大道嘅功夫呢，就叫做建築基礎地基。第三、第四句呢，就係築基功。練己築基喺金丹大道呢，叫做
準備功，並未係真正嘅金丹大道，係準備啫。咩叫做準備功呢？即係話我哋個金丹大道呢，係要利用我哋身體裏面嘅材料呢嚟修煉。呢句話個背後就講出咗，我哋身體裏面一定要有材料。例如我話呢間屋需要有200萬嘅本錢，然後先可以起嘅。凡係起屋嘅人，唔該你先去賺200萬翻嚟先得。賺200萬就係個準備功，將我哋身體已經喪失咗嘅練功嘅長生不老嘅藥物練翻嚟，我哋就叫做準備功。用我哋具體嚟講呢，就係練功嘅第一步，就係要令到男嘅身體回復到16歲之前，女嘅身體回復到14歲之前嗰種生命狀態。咁呢，你就叫做練己築基嘅完成。過咗14、16歲呢，你個生命嘅物質減少咗，你點樣修都修唔成，因為你冇材料，點樣去起屋呢？完成咗第一步之後，人人個身體就一致啦。在此之前，呢個就腦，嗰個就眼病，嗰個就耳病，嗰個就喉病，嗰個就腎病，嗰個心病，總之一塌糊塗。於是呢，要經過心病嘅醫心，腎病嘅醫腎，眼病嘅醫眼，身體弱嘅就醫藥，令到佢回復青春等等呢。在此之前，人人個功都唔同啦，所以結果有幾千幾萬種，我哋叫3600種不同嘅功法嚟適合不同男女老幼年齡教育性情嘅怪功嚟適合佢，亦都說明咗最初練功呢，人人應該有不同。但係等到完成咗練己築基呢，無論男女老幼都變成咗標準人，你就可以用同一個方法處理。第二步呢，我哋就叫做咩呢？叫做小周天嘅練精化氣嘅功夫，呢個先正係金丹大道嘅第一步功夫。第二步呢，我哋就叫做練氣化神嘅功夫。第三步就叫做練神還虛。如果仲更高理想呢，勉強就話練虛合道。不過呢，能夠做到練神還虛呢，已經偉大到極點啦。其實能夠做到練精化氣都偉大到極點，所以我哋呢就唔要求咁多，唔講落去。而家呢第5、第6句呢，其實就係在練己築基初步完成咗之後，聖功繼續修持，亦都說明咗聖功係貫徹始終呢，金丹大道最初係佢，最後都係佢嘅，冇咗佢就唔得嘅。真常我哋初步咗，體會咗道，明白咗道之後呢，須應物，應就係應接應酬，物就係萬物。面對萬物，萬物最大嘅就係我哋人類，亦都即係話我哋要喺俗世之間呢去修煉，
喺深山修煉呢係冇用嘅。你懂得咗呢一個真常之道呢，只不過係要將呢個領悟真正變成實踐，實踐到手揮目送，一言一語都合乎真常之道，你就需要在人間練嚟。好多時候人在深山修道，品格純正，一落到紅塵花花世界呢，心性大變，沉迷於名利享受，結果呢種悟呢係冇用嘅。所以就以禪宗嘅六祖嚟講，佢領悟咗禪宗嘅最高嘅真諦呢，都要隱藏喺打獵嘅人中間呢，去將所領悟嘅實踐，然後先能夠真正掌握咗禪宗嘅道理，並唔係一悟呢就係掂晒，悟咗仲要實修，實修就係要應物，所以呢須應物，初步掌握咗呢個領悟之後呢，你就要落到滾滾嘅紅塵中間，面對萬物，應物要不迷。當你在應酬萬物、應酬社會人類萬物嘅時候，你唔好俾呢一個世間嘅榮華富貴享受名利熏陶咗你，迷失咗你自己，然後先得。呢個就係非常難。要做到呢點呢，唯一嘅方法就係你將真常之道發揮出嚟，實行於人間。真常之道太過虛無，太過抽象，因此後來嘅金丹大道呢，認為最好根據儒家嘅道德作為具體嘅儒家道德嚟修成虛無大道嘅一個橋樑。你在人間盡量將儒家嘅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德嚟推廣實行，慈心救濟萬物，行道解決別人嘅困苦。你在實行道德嘅時候，就由勉強而自然，漸漸在你道德嘅完成嘅時候，就擴充你個本性，令到你個本性嘅優點繼續擴充，劣點就受到壓抑。於是經過長時期嘅優點嘅無限度擴張，你嘅人性就同埋天性相合。到咗同埋天性相合呢，就由有為過渡到無為。有為就實行儒家嘅道德，無為就係道家嘅呢種虛無嘅本性。因此我哋任何一個研修金丹大道有成嘅呢，都要落到人間，好好地去做3000功800行，要積最低限度800件善功，最好3000件。但係呢個3就係虛數嚟嘅啫，3000呢即係無窮咁多嘅善功，越多越好。所以呢，我哋只有通過咁樣嚟將我哋心性中間嘅缺點慢慢磨練。童子軍嘅精神就叫日行一善，其實呢個已經就係佛道兩家精神嘅最高嘅具體嘅發揮。人人能夠實行一善，不必讀孔子嘅書，不必讀老子莊子，不必讀釋迦牟尼之作，佢已經係真正可以達到聖人、仙人、
佛嘅境界，否則得把口嚟講呢，呢啲都唔係真功夫。所以應物要不迷。各位你睇下李百川嘅綠野仙蹤，你就明白點樣去積功。甚至還珠樓主嘅蜀山劍俠傳，其實都係發揮呢個咁嘅意思。要不迷，絕對唔簡單。不迷勝自住。假使我哋面對住咁可愛嘅花花世界，咁可愛嘅各種嘅享受同埋名利，而再冇產生羨慕、貪求、妒忌、執着之心呢，我哋嘅本性就穩定咗落嚟。原本我哋嘅本性係靜嘅，但係受到外面嘅眾多物欲嘅影響，結果我哋個心呢，諗住外面，我哋個眼睛望住外面，我哋個耳朵聽住外面，甚至我哋個身體都感受住外面啲寒暑。整個人生都係諗外邊，唔諗自己。見到一對靚嘅鞋，結果翻去就瞓唔着覺。見到巴黎嘅新時裝，放喺啲最貴嘅時裝店，睇咗之後心郁郁。或者見到各種股票升得咁快，心郁郁要買，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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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結果呢，你個心呢就飛咗向外，你就唔係停住喺度啦。而家呢就係不迷。假使你能夠冇貪心、冇慾念、冇咗呢一種希求，你個心就唔外慕，唔飛沉、唔飛動，你個性本性就穩定落嚟，叫做住。住就係住喺身體自己之內，你能夠做到不迷，然後本性呢就穩住喺自己身體之內呢，唔再有任何嘅向外務求，日夜不能安寧之心。勝住氣自回，一直到不迷勝自住呢七句，都係講修性行先。修性修到本性圓明，本性就唔再浮霧外物，達到初步嘅清淨嘅話呢，勝住氣自回。性就係屬陰，氣就係屬陽。陰係收斂，陽係發散。我哋一定需要有陰性嘅物質收斂，產生一種吸力，然後先至能夠將向外嘅活動嘅擴散嘅陽氣收翻嚟。因為陰陽係互相吸引，我哋嘅身體從最低層次嚟講係有陰有陽，但係如果我哋同外界萬物嚟比呢，我哋嘅身體就係陰，外面嘅事物就係陽。因此我哋如果要吸收高層次嘅氣，就要利用我哋身體嘅陰氣嚟招引、攝納、招攝天地高層次嘅陽氣。
能夠將天地嘅陽氣吸納入我哋嘅身體呢，我哋嘅身體嘅物質就改變，細胞、組織、器官個質變咗之後呢，我哋就唔係普通人，而係超人，因為我哋係人嘅身體，但係整個物質功能呢，就唔係普通人做得到。嗰陣時候，佛家所講嘅六通，今天即係叫做超級特異功能，或者我哋短暫嘅壽命都改變晒，我哋就出現神通，我哋就自然健康長壽，我哋就能夠做普通人唔能夠做嘅神奇嘅事。主要就係我哋要改變我哋嘅身體，改變我哋嘅身體就需要考慮到普通人只能夠吸收具體嘅低級嘅物質嚟維持改善自己嘅身體，嗰啲係有形有象嘅萬物，後天嘅物質。練功嘅人就能夠吸收無形無象嘅先天嘅氣，因此嗰個層次高咗，身體嘅變化就唔同咗。所以練功最需要就係點樣吸收外來嘅陽氣。呢種陽氣我哋叫做先天真陽之氣，最高嘅陽氣我哋就叫做先天虛無真一之氣。最初冇咁高級，最初能夠吸納到比較高級嘅陽氣，已經就好偉大。再進一步，然後先能夠慢慢隨住你身體嘅改變，你身體嘅吸力就增加，吸力增加，你先就可以吸得更多嘅物件。你本身嘅物質嘅改變提高咗層次，先至可以吸收天地高級嘅陽氣。你練得越高，你越能夠吸引越高嘅物件，叫做同類相聚。你啲朋友低級，你都唔會高級。你啲朋友高級，你一定係高級，因為大家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呢個呢，就係要勝住氣自回。當你達到心性嘅完成，本身嘅真陰充盛呢，你就能夠將陽氣吸回，氣回單自結。等到你能夠吸收到天地嘅陽氣，陽氣入咗身體之後，同本身嘅陰氣混合，凡係陰陽兩氣能夠混合收縮凝結，合成為一樣嘢呢，我哋就叫做丹。丹即係陽，即係長生不老嘅藥物。最初當然係冇咁高級，叫做長生不老。最初只能夠話係改善身體，令到人健康嘅藥物。隨住一步一步呢種丹嘅量同埋質嘅增加呢，咁樣呢種藥物就會產生神奇嘅作用，令到我哋真係返老還童，達到意想達唔到嘅高嘅境界。呢點在我哋今天嘅科學似乎唔能夠證實。如果喺19世紀嘅科學直成反對，認為荒謬，但係隨住我哋科技嘅進展呢，漸漸認為人類嘅壽命係可以延長，
同埋保持青春呢，已經喺科技嘅理論上面達成，甚至可能50年後、100年後呢，人類活到100歲，仲好似